學校會根據小學人文科嘅課程理念，立德樹人、探究、學習、聯繫生活，去推動同發展小學人文科。喺今次3年級有關都市減廢嘅課堂入面，學生喺課堂上透過觀看影片、觀察同統計同學喺小食部購買小食時使用膠袋嘅情況，再進行小組討論，共同探討點樣可以喺校園享用小食嘅同時，又唔會製造過多嘅垃圾。然後安排學生寫信俾校長，提出一啲改善方法。課堂嘅設計令學生將生活體驗融入學習經歷，培養佢哋嘅環保意識，提升學與教成效。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可以幫學校減廢。我學咗點樣減少廢物，替代使用，循環再用。當我每次安排唔同嘅活動俾學生嘅時候呢，我見到佢哋都好驚喜㗎，因為每個學生嘅強項都唔同。當佢哋參與多元化嘅活動嘅時候，就會展現到各項嘅能力啦。我哋設計教學過程嘅時候呢，都會從學生嘅生活經驗入手，盡量喺每個主題學習單元裏邊加入一啲具探究學習元素嘅學習活動，並且加強價值觀教育。時事評論班嘅概念咧，最主要就係想鼓勵同學仔多啲關心時事新聞啦，關心呢個世界啦，多啲去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個社會。學校着重多元化嘅學與教設計，同時亦緊扣多元化嘅評估模式，有貼近學生嘅生活經驗出發，從生活中學習，喺探究中思考，透過情景創設、任務挑戰、個案探究、小組互動分享等唔同嘅方式，讓學生投入學習，培養對人文科嘅學習興趣，成為具人文素養嘅好公民。我哋設計呢個理財課堂嘅時候，嘗試透過情景創設，設計消費卡包嘅模擬任務，引導學生透過個案探究，深入分析日常生活中涉及嘅理財概念，同時亦都安排學生透過比較理財個案，分析網購平台嘅消費陷阱。咁咧，我上完呢堂就知道咧，要理性消費啦，就唔好見到嗰樣嘢好中意就即刻去買。透過評估，我哋可以攞到學生學習嘅實證，學生清楚知道自己嘅學習成效，同時有效嘅評估亦都可以俾老師知道自己本身教學嘅效果。小學人文科嘅評估應該係以概念理解為主，老師可以就此設計唔同嘅題型，甚至使用高階思維圖或者開放式嘅題目，盡量去減少純粹嘅背誦。第二類就係課堂嘅即時回饋，包括老師即場嘅提問同埋評價，仲可以設計同學之間嘅互相評價嘅環節。第三類就係專題研習嘅評估，會同時涉及多項能力嘅評估，老師要事先制定清晰嘅評分準則。評估都應該包括過程同埋成果兩部分。另外一種評估方法叫做實作評估，俾學生可以透過實際操作展示出嚟俾老師進行評估，以考核能力運用為主。